想出海去東南亞、歐美做生意，先唔好急住衝先。其實好多企業會先到香港熱身，因為呢度有更容易接軌國際嘅玩法。團結香港基金今年1月推出報告，叫破浪前行，香港引領企業出海新時代。講嘅就係香港點樣幫企業出海，點解呢度係最適合嘅起跑線。今日我哋花幾分鐘幫你拆解重點。出海簡單嚟講，就係內地企業走向國際舞台，喺海外市場揾食、做生意、建立品牌、揾資金、擴展版圖。10幾年前出海基本等於賣平嘢，工廠大量生產，靠價格贏。但係今日就完全唔同啦，而家唔再係賣平貨咁簡單，出海已經升級至注重合規、品牌與全球營運。再加上多變嘅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以及市場嘅不確定，好多企業都有同一個感覺，只係留喺內地條路越行越窄。出海已經唔係有得揀，而係非做不可。報告最核心嘅框架係將出海分為4個階段：第一，與港聯絡；第二，來港落地；第3，在港發展；第4，借港出海。但係你可能會問，做跳板嘅地方咁多，點解偏偏要揀香港？首先係資金，資本市場自由開放，冇外匯管制，成熟嘅金融市場做後盾。第二係制度，普通法制度全球通行，簽署合約解決爭議，連外國人都睇得明而且信得過，所以呢個就係最值錢嘅地方。第三係人同埋資訊，20幾萬名金融從業員，過萬名律師，4萬幾位會計師，加上貿發局喺全球51個城市嘅網絡，幫你更快摸清海外規則同客路。報告一共提出11條建議，方向係一站式成立出海中心集中辦事處，配對資源同投資者，擴大海外經貿網絡，喺北部都會區部署跨境科技應用場景。一句講晒，出海唔係靠膽大，而係靠準備。香港想做嘅就係你出海前最穩陣嘅第一站。想閱讀詳細內容，瀏覽團結香港基金網站及社交平台。